要先动脚，绝非寻常。这个其实要脚踢入炉，脚踢入炉，这已经是老古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又有老师傅的手艺，这在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看到，硕果仅存了。要还弄你拿个自费，对，喝赏眼要多好。啊，这是老人家的智慧，年轻人要多学习。苗栗县陶博馆里，老陶师老技艺重现，让众人啧啧称奇。镇馆之宝徐启全老师傅高龄82岁，每天还在做陶。形状哦，给按吞也某空用。人家看到哦，你这个瓶子哦，那么漂亮，就按了一点点了。这是超过一甲子的制陶手感。阿藏爸让人津津乐道的，还有年轻当学徒时靠手艺赢得美娇娘的故事。看到我下个那个功夫，看那讲袂歹的款啦。伊就要求我讲，喂，讲我有讲4个查某囡仔哦，有在你哦，安尼见一个。老人家回想，或许当年岳父看上的是他能耐住性子、专注做陶的个性，一如他现在以情义挑徒弟的严谨。做陶62年，就只收了1个徒弟。还有名师和新传奖的陶艺大作也收藏在这里，就怕不珍惜，当技艺成过眼云烟，一切都来不及。82岁的阿藏爸做陶依旧宝刀未老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老陶师超过1甲子投注在陶艺上的心力，同时也感受到力求传承的热情。亚黑弄人家嘅智慧，晓赏人爱读学。亚黑弄人家嘅智慧，晓赏人爱读学。